很好，我落偏入院收收，也是急诊室护理人员等我一单。好，托带普通的健保房，也是处费查验平房呢。处费查验平房，现头量啥也是一家一啥的平房。纯银平房，处费纯银平房费用查验，是1年1000块，每种么？不用。好，急诊费是350块。请问，现含病人是不该关系？我是挂本样。麻烦现写日版通知书和处费通知书，列写病人的名，列写迄个名，填吧和手机号码。列张是处费通知书，是爱处费查验1年1000的平房，请大家写迄个名，和甲病人的关系。写好啊，请先验一下。佮麻烦先验一下日版通知书的第5点。假使有人问庄先生的平房号码，每种得几滴么？不用。请向大家给通知，列份日版通知书的第2列红色的单，得现留的第1列白色的单，请连同处费通知书和起院通知单，提开急诊，交给护理人员陪入院报到哦。去变心入院的手续啊。好，罗拉现。唔会，唔是生意。